今天整体来看是一场好比赛，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能够赢球，很可惜。可能一个失投球改变了一场比赛。今天整体来看是一场好比赛，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能够赢球，很可惜。我们的先发投手事实上表现得非常的好，在前面6局完全压制美国队的打者。那当然第7局，一垒有跑者的时候，老实讲就是有一颗球稍微偏高就被美国队逮中。所以这场比赛感觉有点可惜，不过球员的表现是值得肯定。就是一样很可惜。可能一个失投球改变了一场比赛，但是今天大家都很努力去做，然后表现也非常好。但是这就是高层级的比赛就是这样，就是一犯错人家就会逮到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这个教训。他一直抽筋，就是没办法停下。有时候抛球，有时候捕手就是有时候临时换就是这个变数。这是全场大变数。对啊，那个打者前2次都是3振。仲伟，那在第6局结束之后，第7局要开始之前就决定要让吴成峰继续投下去。那时候80几球嘛，然后有跟他问他说，他我们假如说继续投，只要还有在最后1局这样，他说 OK 了。不过他是说假如有危机是可以换，但是那时候是1人，然后接下来都是右打。他假如他是有问题，假如左打的话，就要注意一下。那结果后面都是右打，他想说2人出局了，这个前面就是那前2次这个都是3振，没想到无所临时这样一个状况，整个局势。